90刀是小便。哎，我这个用2.0呢。
反对的好。首个叫登真，登真，登真。不用走啊，转圈就可以转过来了。最小的一个，它那里面最小的一个。
Cheers.这个不选男女恋爱关系。
人一多呀，人一多呀。昨天不是有类似那个协警跳那个15那个跳75000，还在市区。医生里面那个是急诊科的7院的第7人民医院，宋医生吧，急诊科的。
新冠的那个是确诊，怎么说呢？不好解释。单独字应该差不多，确实确，真是真的那种，确实真的了嘛？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名字，我们名字不好。不是，然后让他走一下子呢。他感觉不喜欢。我来了。哎，好好吃啊！你看一个，好吃啊！这个小朋友，这一下。会做啊，我也不会
不是我肯定管你，管你。Thank you.
让生活多么改变你那前途，就那这个点多么就别离开你家，就那这个点多么就别离开你家。有没有想问一下啥？那些有点像不丹的那个微博里。这把你穿的是不丹的吗？还是不丹的？不丹的。对。他问一下，还是缅甸的。不丹的服装。
平时没化妆，然后一下就感觉我觉得电脑我有一种有可能它是用的绿色。哇，这跟那个磨了就是一样的嘛。其实我们真的是修图用 PS 那个箱子嘛磨想磨的，但是我用电脑这就磨不了，我使劲磨它都磨不了。特写的磨不了，我也想磨。电脑是有几万套哦，电脑它应该是加了一种化学，加。这个不是这样子。
哈哈，最近都在这个。好搞笑呀你！是啊。啊，举起对吗？举起手，举起没事。哈哈哈。打鸭子呀！哦，打鸭子。Hello。欢迎进来的人。这个好像收音的话有点差，以下还是在喇叭那边去。像说的，我能关注过他的。今天苏兰没来吗？苏兰来了，苏兰在那里。这个是要充1块钱，是要加个灯牌嘛？是要粉丝用嘛？你好。什么呀？他习惯我抱着他。哦。才几个月哈4岁了。 4岁了。嗯。哦，你都10岁了。啊。他只长到这个。那今年就不要。我小白布是不是？哎，我老喜欢狗。比较惯了就。说养一辈子。哎，这个是。我养了一只拉布拉多，去年子去世了。好多岁了？3岁多。哦。他生病。哎。所以说我再也不养猪了。我都是从小养它们的，给我好了票。一般都是老10的。我们就是这个好像是红的那种活梅哈。这个，我要这个的。好上岸啊！哎呀，300多人 ，Hello， Good evening， 回家了吗？听得到吧？听到。小李什么呀？这里差不多。人畜牧。它间歇的做的差。这是。Hello，Good evening，Hello。听到是有点延迟，7秒。
体育馆那边有点远，但是因为我家我在上课嘛，7点半，得早点回去。现在没确定啊，他们晚上加班在体育馆拖多久也不知道。病人比较少，所以提供的多。这儿经常放牛，放去采青草、挖松子那些都有，随时往家里面跑。哎，卡了。哦，几点了？忘了。不要太强了吧哈！你找吧，要找。以后来送就是我事。好，这个经理。刚才联系的啊。
跟不上。那个男士就是这样的，或者这样，刚好我知道的那个嘛。男士的那个，男士的那个照不过来。都上高原。看头上。那你混了的时候把那个粒子踩出来就很好。开始不是来？开始。刚才出来了吗？没了，在我都在那跳了。刚刚在这里跳。没看到他们家。玩不玩？回家了。他们跑了前5场。下不下来？没来好久。
面墙，说那个后面那个吗？穿短裙的那个吗？不像是。这个4个，4、1打，这个吗？拿下，2下。不过一个是专业的，一个是机日落有拉面，多一生的心里估计看得不积极。所呀了你们就不是大家。就我们检查的，大都会世界，大下的比检查的，阿子天真几把，那你不把那你就阿子。
有点短。拿不完，他不会加茶叶，像17加。去哪里？去那边跳舞什么？那个也简单。Hello 啊？这边是有几个人啊？看看。哇塞，这个好好看！谢谢，点击关注，谢谢。你今天没来？结束了。哦，没有了。小强没有了。结束了。没有了，是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明天见。再来一波，大家结束了。那就这个。谢谢小姐姐，又见到你了。点赞了没有？你啊，你好。听见的，听见的。有没有？先看看。前面等你啊。那师傅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准备转过来，转个香。我拿了。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我关注过你的。注意回啥子？叫啥子名字？叫啥子名字啊？我给你不回关。说不说。我给你回关。来。关注你呢。叫啥子名字？叫啥子名字？哎呀，我给妹妹照一个来。好好。照一个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妹妹哈。哎，我都才走拉萨回来。你的名字叫哪个娃娃？你抖音名字叫哪个娃？真的？你抖音名字叫哪个
嘛。我真关注过你的。他是我的粉丝。你的名字是哪个嘛？你的抖音是哪个嘛？哪个嘛？不，来，你退出去嘛，说你的事，说你的事。你要去体育馆吗？我还不知道。 OK。全国应该照样噻。不是，他确实在，咱们不在小厂，咱们小厂现在在省体育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没电了，我姐。这些送的帽子。下班了，对。有点。警察叔叔。没有，今天没带过来。还被封号了，说不出来了。